開始咗，就喺開咗半分鐘呀。講講暫時頭車荷蘭城、Gilbert、斯路、阿輝、Kobe、安西、加上。名次嘅組別 Gilbert、荷蘭城、斯路，唔該你。好，中位有新車，其他賽員小心啊！唔該。暫時過咗2分鐘到，頭3有少少改變。Gilbert、荷蘭城、斯路、南無。阿 Kobe 上4位，阿輝、安西。大家嗰個距離都有一條短徑冇咁多。好，小心慢慢出，係唔該安西。Gilbert 頭車啊，暫時。而家荷蘭城頭先因為較早時有個位置撞車，佢就上咗去第1位啦。跟住2車 Gilbert、3車斯路、4車 Kobe、阿輝、安西。頭2、3車好近啊，維持到咪1、2車。爭半條直路嘅啫。慢慢啦，超啊！阿成係頭車啊，留意下。暫時咁樣睇應該頭1、2車，喺頭1、2、3車頭先。賽事過咗一半，斯路而家守咗呢個2位，啱啱上咗去。Gilbert 落咗去3位，4、5、6冇乜點變。唔該安西。排位有少少變啦，頭車阿成，2車斯路，3車高面上咗嚟啦，阿 Gilbert 落咗4位，跟住阿輝安西。賽事剩翻唔夠3分鐘。斯路
佢仲爭你成個圈㗎，慢慢啊，穩定啲。好穩陣啊！阿 Gilbert 要養一養後車啊，個頭車嚟㗎。係唔該 Gilbert。即係頭先阿成全咗你一次。好，賽事剩翻2分鐘，頭3位仍然不變，荷蘭城、斯隆、Kobe、Gilbert、阿輝、安世。好。成同思華同圈㗎。係啦。好明顯啊，成流嘅。直路尾，直路尾，係清楚，唔該。阿成呢場除咗邊冇杯喎，冇杯喎，使乜咁緊張啊？唔係使乜咁頭痛。好，咁啊，賽事最後1分鐘，頭3位仍然不變啊！佢唔係冇電，慢到電啊！好衰嘅，仲有30秒。停啲先落嚟。最後10秒。我哋初睇過咁勁嘅，超勁嘅真係。好，夠鐘。衝尾圈，衝埋尾圈，安西收車，阿輝收車，所有人都收車啦。好，完成。之後第2啊，阿成42圈，小豪高皮40圈，Gilbert 39，阿輝32，阿西32。